大家好，我係 Terry，歡迎嚟到泰來一道橋。泰來一道橋呢個平台係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心靈、文化、哲學嘅一啲知識、睇法或者係心得嘅，希望可以好似一道橋咁，能夠同大家一齊通向更廣闊嘅精神空間，又或者啟發大家有更多嘅思考。易經博大精深，一般嘅印象呢啲深嘢好難明嘅，其實都唔一定嘅。易經3分鐘呢個節目係希望可以每次大概只係用錄一個杯麵嘅時間，等大家初步咁了解一下易經嘅奧秘。今日易經3分鐘為大家講嘅係蒙卦。蒙卦呢個蒙字有蒙昧嘅意思，即係話仲未明白事理，唔知道方向，因此需要啟蒙。小朋友乜嘢都唔識嘅時候，就需要蒙學。蒙學就係啟蒙嘅教育。我哋由乾卦、坤卦講起，乾為天，坤為地，有咗天地，就到象徵開始有生命出現嘅屯卦啦。生命初初到嚟，開始嘅時候係處於一種蒙昧嘅階段。我哋第一件要做嘅事就係要學習打破生命嘅蒙昧啦。所以第4個卦就要講下蒙卦啦。我哋睇睇蒙卦卦象嘅結構，下邊係坎卦，上邊係艮卦。坎代表水，象徵有危險；艮代表山，象徵前邊有阻隔。從卦象上面睇，蒙卦嘅處境係處於坎險，而且前邊係山，有障礙，無路可走，真係唔知何去何從啊！因此需要有人啟發，有人開導，去幫助你尋找出路，就要通過學習去突破蒙昧嘅狀態啦。蒙卦嘅卦辭話：蒙亨，匪我求同蒙，同蒙求我，初誓告，再三續，續則不告，離徵。講緊乜嘢呢？簡單講，意思係蒙卦就係象徵啟蒙，能夠通達，唔係我去求仲係幼稚嘅孩童，而係仲係幼稚嘅孩童嚟求我。占卜嘅時候，起先第一次占卦，神靈會俾啟示你。若果再三占卜，就係褻瀆噶啦，神靈係唔會俾啟示你嘅。咁樣係有利於堅持正道。呢度講咗幾樣嘢。首先，蒙卦象徵啟蒙，我哋已經講咗啦。但係點解係亨呢？係咁樣嘅，亨者通也，能夠突破蒙昧嘅話，就唔再蒙昧啦，咁就會通起嚟啦。點樣先至得呢？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嘅蒙昧，能夠承認自己嘅無知，先至會求學去揾老師，咁樣就有機會突破蒙昧而通起嚟啦。所以跟住嚟嘅一句就係講我哋要揾老師。匪我求同蒙，同蒙求我，裏邊嘅我字係從老師嘅角度去講噶，唔係我去求學生啊，而係學生嚟求我啊。咁樣講唔係要突出老師高高在上嘅地位，而係要突顯學習係要有誠意，要主動求學，主動思考，主動反省，自我要求，咁先至係學習最好嘅心態啊！如果你唔主動學習，冇興趣學習，甚至無心向學，其實係學唔到嘅。喺古代，書院都建築喺山明水秀嘅地方，求學嘅人都要登山涉水，咁樣去訪尋名師嘅。所以喺民國年間，北大校長蔡元培曾經寫信邀請馬一浮到北大任教，馬一浮推卻蔡元培嘅邀請，就回信話：古文來學，未聞往教。易經提我哋求學同占卜一樣，要有誠意。如果占卜嘅時候，占卜嘅結果你唔滿意，於是再三問卜，直至問到滿意為止，咁樣就係褻瀆神靈噶啦。神靈係唔會俾啟示你嘅，占卜亦都唔會靈驗啦。所以誠意咁樣問卜，占卜先至會靈驗。誠意咁樣求學，就會有利於堅持。蒙卦教我哋知道自己嘅蒙昧，知道自己嘅無知，就要好好咁求學，
誠心咁求學。所以蒙卦團詞入邊就有一句話提我哋要蒙以養正，意思係好好培養自己、修養自己、提升自己，以養正道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下一次我哋會講下衰卦。請支持泰來一道橋 YouTube Channel 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同時希望你可以用一杯咖啡嘅價錢支持我哋嘅製作。另外，我哋仲有會員專屬網頁，有更多有助於心靈提升、生命成長嘅內容，歡迎加入。多謝大家，再見。